在新闻来看，强烈热带气旋比伯杰将暗伫印度的西部甲巴基斯坦的东南部造成大风大雨。气象局预报是表示讲，这是当地25冬来上强的风台哦。这两个国家为着防灾，嘛撤离17万人。 这栋饭店外壁金属板甲路边广告灯箱也强要落来，大型广告看板压伫车路顶悬，电火条倒去，有牛伫风雨当中就被风吹倒去的路树树叶啊。当局警告，大风台比破解强风是非常危险等级。The landfall process has commenced over the coastal districts of Saurashtra and Kutch. Strong winds, 60 to 80 kmph, are prevailing along and off the Saurashtra and Kutch districts. It will gradually increase. It will become 115 to 125 kilometers per hour, gusting to 140 kilometers per hour sometimes. 比破解伫印度西北部甲巴基斯坦南部带来强风大雨，两国经济有报撤离17万人，佮警告伫经过路线范围风险威胁厝甲农作物，沿海地区应悬3到4公尺。这礼拜晋江外围环流已经带来强风大雨，引起水灾，有人不幸死亡，其中囡仔和倒去的病地死，到妇女和倒去的路树共死。 巴基斯坦有真侪人去海边看大影，欢仔也来做生意。警方是要赶人，不过效果无大。气象部新竹县烟花有真大危险，当局撤离超过8万人，伫学校设70个避风塘。巴基斯坦上大都市人口超过2000万克拉兹，无受直接威胁。不过气象学家警告，若大楼较低所在恐怕会引起。 这几年因为气候变迁，地苏规阿拉伯海表面温度一直提悬，这位地区可开受毁灭性风暴影响。2021年5月头套大风台伫印度同一个所在夺走174条人命，当局为这摆比破节来实进行撤离，也让大家想起25年前古吉拉特邦另外一个大风台攻击的痛苦回忆，迄时阵4,000人死亡。公视新闻黄慧玲报道。